比迄里切的，可能他唔会安牛。每次都有一种被耍的感觉。你还切我让你还搞皮啊，皮要切的嘛。是。我们客家精神，不要浪费，朋友给的，朋友送的，这样都有。哇，没有哎，真的。哎，梨状棒一抖这张这个咸，是咸下梨状棒。有冇问题？有咸的。这个味道，爽口。这菜料理嘛，慢饮来做王，哎，根本嘅係乜嘅蛋嘢？耶，全家速卤菜。做乜嘢啊？有嘛？我是你個來啊！哦，姑嫂唔知道其他嘅蛋嘢唔好食，尤其係冇講哦。哎，你有啥 PK 時間？哎，PK 很好食，不夜了，不夜了哦，收回，不夜了。咁樣咧，根本嘅啦嚇，係你全家速卤菜咩？上禮拜已經有產生一味米麵炸，姑嫂咧根本嘅啦嚇，係聽一拜。啦，好，現在有請嘅鴉片咧。黃蘭米阿米記，大家好，誒阿米記喺哪邊？喺三重，蘿蔔咧，蘿蔔喺陽麥，哦，嗰時候人係講同樣係講西煙咧，平常有都冇卡煮菜嘛，較少做嘛？因為上班上啊，都有，上班下晚下班。哦。一樣啊！跟住邊有冇上去嚟 PK 啊？係啊，因為看到隻節目真好啊，真好教，發揚我哋客家文化。好，咁樣有信心啦嚇。有啊，好，加油啊！好，加油！好，嚟介紹我哋邊咋？松拜避免的梨狀棒梅帶您怡。耶！好，要不要來 PK？看起來動力好哦。算了，如果萬一我變成人哋新的避免炸咧，絕對唔好轉台哦。上禮拜哎呀，比哥還有經驗沒啦哈，就他唔會緊張啊，知道那有這樣子先天的優勢。哎，他轉去養轉後，本後有輸到嘛個匾額嘛，一炮驚人啊你講。冇呀，即係因為他家就第二類在那邊料理比賽啊，故說洗咗很多嘅材料啊，哦，全部他用吹爛的，第一排一排不用的。哦，懂我。敦親睦鄰，謝謝，全部木他了，全部敦他木他。好，你看下今本日我用乜嘅料理來考試哈，來搶下呢個主廚。對，小菠蘿阿龍哥，兩位好，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小菠蘿，新竹5萬人，客家過年主廚，多處年嘅26年咧，先會做嘅係變化傳統料理。哎，你有冇卡有當到吹爛咪變到嘅咧？等於數嘛？冇啊，冇人。全部就變得食到有卡，唔得咩嘛？有。這個有啊？有啊。哦，沒有公德心的鄰居我喺啊！度大山檔冇啦。還是華山檔呀？冇像個梨狀棒梅啊，安冇。啊，今本日兩位要來比賽，我出乜嘅題目？哦，結尾啊，當簡單，未客家菜嘅，當好食嘅一出啊，乜嘅？按到鹹豬肉。鹹豬肉，老嘅你原住民嘅山豬肉有乜嘅冇？偵查到那裡，字不同啊，豬不同，豬也不同。豬的品種不同。你講，嗰山豬肉啊，佢是用合配嘅，哦，嗰山豬肉用呢個小米酒，還有鹽，它的油瘦肉跟油的比例啊，大概是8:2。哪個油8瘦2。動向，因為客家係什麼共樣？因為客家啊，真係用3層肉啦，最主要而且嘅鹽，還有湯，還有五香粉，最主要是這3種東西啊。有的人兩下可以會用到黑胡椒，去醃提味啊，去醃製。最主要是講，因為啊，兩班有啲鹹豬肉，較早啊，因為就是客家人圈強嘛，就過來是該有起豬啊。佢要飼住個豬肉強度啊！哦，400就順推啊！佢唔可以講200斤啊，佢100斤個豬肉，佢像個梨狀棒梅，佢可能是幾千斤嘅啊！佢就係滷起來，一地地滷起來，有啲係做做媽，有啲係鹹豬肉，有啲係松煙啊，有啲係勁鮮啊！好，你一做得冰凍球啊！你像我不看，你一家做啊，一家做鹹豬肉啊，做得冰雲煙、涼煙出現做得啊，嚟滷3煙，就係佢。得到嗰種冷凍去，
啊，其实把它密封起来啊，其实来冰冻球啊，是的，是这常看用的港式的腊肉啊，它用风干的方式，我们用盐巴风干的方式啊，用它去防腐啊，所以说较早人啊，挑脑冻好，你阿人啊，没有去控钳啊，古时候啊，含住肉啊。两不要好好处理利用，哦，咧冻好时咧，客家元素的含重用。哦，咁样来煮给小帮手啊，捉起来啊！新朋友了呀，含底嘛哦，也来听日记啊，小帮手，出多慢点就慢点中央小帮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炒沙巴啊。杨姐，不常见冇？不是以前求以前好。几位没照这个样子哦。啊，冇脏啦，冇脏。你有冇出咩冇出到？一邊半家頭看。好。哦，你來面子出到的迄小虎。喲。來到李總幫你看下。好，煮出來。好，今日又係你細細來看基本嘅比賽哦。食材料理網傳家速度賽比賽規則，每禮拜由師傅出題，參賽者會做出一出同主題有關的料理來比賽。料理做好以後，師傅主持人試食同評分，贏嘅人就做得參加下禮拜比賽。連續避免50位來賓，就做得得到當獎嘅寶貝哦。好，一下先由阿米記開始哈。先出嚟。我煮馬上先嚟講條講啊。嚟做鹹豬肉炒蒜苗。哦，鹹豬肉蒜苗。好，來，15分鐘做料理啊。係啊。做天數嘛該。天數切蒜的。切蒜苗是吧？豬肉切我們給它切。你還會切豬肉，還會切蒜苗？我做出來我要切薄薄的。你講佢麥雞就唔會切。我做嘅咯。好，因為我切蒜苗。你切豬肉嘅話都。要切薄薄嘅嘛。切薄薄嘅係好。呢一度多薄。好。非常麻煩你。真見講哦，係米子哦，佢咪做豬肉向海底哦。第一都用麥雞去滷嘅嘛？第啊，麥雞。用酒、用鹽、用個花椒。花椒籽啊，用花椒啊。就係用天天。係。哦。啊鹽啊。較早冇啦，較早我冬天用鹽。講到當場也係用麥雞，也係酸條。酸條係。我幾多去啊？你。要一般的哦。唔怕切啦。知道。別帶一般水。我煮冇幾盤咧。沒有，像我員工有口福了。我滷3面以上這樣色嚟的哈。米而且它又比較厚，又下噴。古時候用鹽其實唔會生蟲嘅啊。做乜會生蟲？唔會。落因為我標室溫，我。哦，而家咪標室溫啦，佢標個冰箱係。啊，佢冇標冰，條冰冇冰箱嘛。我。佢是清鹹，佢是清鹹的。哦。哎，存錢的鹽嘛，把它蓋過，這樣做得了。而且我記得以前我們的鹹豬肉啊，跟鹹豬肉啊，沒用安尼炒的，直接濕濕啊，溫個蒜頭米了，給醋是做得的。濕濕啊，也用整呢？用濕，以前嘿。用濕唔係就水不到佢洗下淡嘅。佢係滷椒，唔會冇啥。本身係鹹。我吃咗好呀，最近留嘅蒜苗啊，當黑米下飯菜。咩下酒下飯就差。哦。遇到虎哥都是下酒菜。就像我們說山豬肉一樣，做不下酒的。一年啊是有5碗飯嘛？冇上過呢，有吧。上次還有冇？你講白飯呢？純的白飯。沒啊，就講有食豆腐。有，一天買啦。一天買。好，係嘛？那這。皮嗰啲切開，佢可能他唔愛呢。愛切。因為我哋係種嘅豬肉啊，嘅腐豬肉啊，腐豬肉所以皮係軟啊，係。哦。來出到一種被耍的感覺，愛切我讓你來講。按用這樣有成就感啊，知道嗎？係啊，我們可以這麼激動的馬上改。我改啊！改。我看聽下你啊。個皮點來切丁。要磨成粉嘛？也沒當過。包油，因為水一吸到去，它唔會太糟死啊。哦。juicy 的感覺，juicy 哈。啊，今日請嘅幫手是錯嘅，啊唔會照顧我。講白啲，笑失敗嘅
不要漏他的气。我们可以这么激动的马上改，哦，来，我改啊！改。我看跳下嚟啊！个屁点来切丁，哎，要磨成粉嘛，还要包有咩蛋糕？包油，啲係人嘅皮而且，人家皮是先講皮哦，膜带皮了。有，因為我先看一下。先講，大沙子这么大的，哎，好啊。要油啊，對不對？对，也有皮，有皮，有皮啊有皮。嘿，而且是鬼它切可以，抹油的有些有的抹切。係咪？哦，還有辣椒嘅盲切咯，那是要點切？别切，掐豆。差多。嘿，佢平常你就去搞搖板啊嘿，創果嘅啊，我帶東西去打東西嘛。他把我用那3年吼，一起是有各種的成果發表會，成果都大家帶東西去打東西。哦，跟我帶這個主要係買，因為以前我上班的時間，他冇行，大部分還是用買的，迄我有行啊，沒會煮啊。哦，嘿，炒米粉啊，嘛咁樣都得嘿，我大家吃到清歡喜。哦，奇怪吼，佢因為一樣剪啊，依啲一樣嘅肉會變黃嘅吼，嗯，因為佢有有乳鍋的關係吧？滷盐巴誒，手色香嘛可以手色。哦，韓國加薄啊，冇不用挑油啦磨，幾麻粉磨不用。嗬。哦，誒叫不用花椒粉，花椒粉也可以，哦有的香氣我没有，我就加胡椒粒的。還是好了，炒呀，對，誒，大家炒啊。完炒到了，搞不？還有5分鐘嘛？哦，加油哦。嗱，你是一號就好嘅。你猜如何？有水嘛，等於些水關係。因為水一吸到去，它唔會太糟死啦，哦，會juicy的感覺。 juicy 哈，咁樣就唔是個不用鹽嘅哈。不是，哦，啊不用酒嘛。酒一些的，不用糖嘛，哎這樣。哦，你這樣哦。鹹就唔記得不用多嘅。哦，酒老糖，就就係。哦，挑油愛嘛。滴轉的，挑油唔是啊，兩會太鹹係，安尼做得啦。抹酒咧，墨酒，寬，夾個一寬。叫大部有酒啊。你還要先生米酒啊？梗係要念高嘅呢，唔怕嗬。酸吃好，好，酸絲哦酸吃，哎，脾胃他們是脾胃。很，會合的。我為了來比賽很用心的，我還一直請教朋友，因為我不常煮。請教會做菜的朋友，對，請教。我昨天晚上又臨時又打電話再請教幾位朋友啊，因為你唔係接煮嘅人吼，講要撈開一點啊。哦，唔怕啦，女啊就會搞你。好搞啦係啦，好搞。因為我在輸贏啦，咩煮菜冇沖過按鹽嘅，啊沖就有啲鹽啊，一係嗰時唔記得啦，就做唔得。是會撈開。係啊，哎呀煮菜啊，哈，我知道就沖水性啊，所以就發揮自家嘅風格，好冇？呀，煮菜好好搞，哦，睇下哈，不走了嘛？冇上個沖過嘅，就嚟入面。也唔會啦，也是就是配色。那今年用開到酒懂辣咯，哎呦，今年開到酒唔用誒，改新嘅。他跟我講說，這個辣椒不會不會辣哈我們跟賣人來講，還可以。好，好咯，好嘞。你阿咪子要做西哦，要木頭徛要來，從細是啲上下帶他一天會做些啊，是講你後來上班以後做事的機會還少啲啲咧，係啊冇啲菜煮菜嘅從細就會做嘅。我擺盤喎，可以懂擺咗嘅。誒，鬧到一樣係不用自拋嘅啊！因為吼，你喺工業社會吼，煮菜盡量要簡單啦，所以我就煮菜我咪先喺簡單的方式來呈現，唔好太麻。大家知道。好，謝謝。啊，今日請嘅幫手是錯嘅，啊唔會照顧啊。總要啲手去失敗嘅呢。
不要漏他的气呀！他现在应该很内行，很累啊。对啊，很内行了。他现在很内行，很累。然后2个摆在旁边装饰好了，像不像？很辣的。对。今日煮的是客家鹹豬肉炒酸梅。哦，哦，下尾跟年姨來做吼，年姨愛做乜嘅老太家介紹一下。今日帶來係鴛鴦鹹豬肉，鴛鴦鹹豬肉哦， 2種口味。哎呦，一個辣的，一個不辣。看到你這棒沒有？開樹比，哎呦，準備兩條。好大地啊！哦，跟嗌下天數乜嘅？同埋煎鹹豬肉。兩地就係煎係嘛，好啊。用地就要剪。對，規地煎好了，這樣就切，係嘛？等下先下油。皮要切的嘛？是，我們客家精神，不要浪費。好，我跟你來切東西係嘛？好，先給它撥一下。好，可以放下去。好，跟你可以開始炒。OK。望甜椒誒，嘿，你有去這樣的家政班，也係廚藝班學過菜嗎？沒有，就是純粹都是興趣。我有去考證照。哦，考乜嘅？蠻厲害。中式跟素食都有。素食。荤食跟素食都有。所以您已經考過了？有。啊，厲害。對呀。冇難啦吼。嘿，就是興趣啦，純粹真的是興趣。擺台咧，大明子。我上班啦。要執蔗嘅嘛？啊，好高興。擺台，好高興。好高興哦。過來營養你先安慰自己愛好嘅啦。這樣哦，真唔好嚎啕大哭哦。唔會。嗱，就講誒，煮菜就好搞誒。對呀。哦，睇下就交流，好嘛？眼神好。對呀。樂觀。冇辦法。唔會，一時就唔會。係啊。講到他排泄地位，做嘢特別做避免曬，又冇乜個獎勵。哦。又唔係講睇下哎呦，吃到你死我活哎呦，就好高啊。做料理好高啦。係啦，好高。係。哦。你哋是買生，一片種嘅嚟。冇。因為我那個是黑毛豬啦，因為含冤。哦，那個面皮較盤啊。對啊。哦，還有不用挑夫幹哦。誒，幾用啲愛等下做嘅菜係安樣做啊？啊？超好啊！哦。慢慢講是。好啦，我今日有熟個配方啊。哇！冇要緊啊，咩橋面冇橋樣。超要失敗咁樣啊！係會灼火嘅，基本會灼火。當然要俾我到底邊灼火。我等一下要來穿燙嗎？好來。先給我下水，對。你準備的雷棒什麼用啊？哎呀，跟香水。香水。對，那個擺盤用。哦，擺盤用的。香水擺盤檸檬sauce。對，那個姐姐給的。姐姐給的。給中沒有？放在門口。朋友送的，朋友送的。又是朋友送。放在門口的。對，放在門口的。拼凍安好啊。對，東西有都就今天去市場只有買這個，這個。其他送的。對，朋友給的，他送的。哇，沒有哎，真的。哎，李壯幫伊做這張這個線，就是線下李壯幫。因為每天又線唔到。每一下嘛，有長線。只要有熱心服務的熱心就可以了。哦，熱心在門口拿貨的，只要有服務的熱心就可以了。我每天出來拿。有這樣半夜接到天花呀，有人傾這樣的門鈴講做乜嘅人，拜託做乜嘅嘛？有啊，有啊。比如講，是就注意呀。比如說，關說的啦。門鎖到了。哦。冇帶到鑰匙。叫一請回收一請啊，是嗎？鑰匙掉。我先生就是開鎖的。啊，搬家的母酸呐，所以這個問題難不了他。加錢的啦，加錢有啊，加錢要搬家一家，要頭前有人記的啊，
磨啦，半夜磨啦，半夜的这种问题比较多，可以磨内啦。快抹呢？要后忙啊。要煎到手还没我还没有，跳你就按5对，对，我都已经关火了呢。是哦。你们要火中间的火比较大。哎呀，不是我要来慢夹，慢慢跳。给它没关系，有绝招，有绝招，哎呦，对那要上盖子。对，跟米给它酒焖一下，对，一点米酒，一点水。好，加热。哦，先汤啊。好，对，我要烫。没用血呗。我先豆干慢一点，这个先，那豆干后面才下盐巴。哦，我那个不用下盐巴。哎，都屏东按把按都按葱的东西了，也真研游行啊。那有快递没？我开快递。高铁啊。对，坐高铁。我很立种把去欧多拜子。哦。含卡油是啊。要勾水勾阿姨就好哎哈。嘿，对。真正有练过，连摆盘都很讲究啊。哦。这一招撇步还蛮管用的。先煎再煮。不是先煎再杀。再煎再杀，又煎又杀。然后来炒是吗？对，等下炒过。你鸳鸯呢？有两张呢。好，先炒豆瓣酱，系嘛？对，豆瓣酱。你也摆盘还挺重要。因为东西要多。我很立种把去欧多拜子。哦。含卡油是啊。要勾水勾阿姨就好哎哈。嘿，对。真正有练过，连摆盘都很讲究啊。哦。哇，太极有没有？应该是八卦。呀，等下要炒没哈？啊，对，一般炒，一般摆盘。都不管了。要管那样。豆干，豆干。因为豆干，我觉得要煮之前，我都习惯会把它煮过。干嘛不用盐？盐巴去它的杀菌。哦。因为豆类制品哦，因为有时候比较怕时间久了会比较不新鲜。哦。不要一丢杀菌一下，然后增加味道。给差不多好了。煮一下，煮比砰砰都好哎。好。有送吗？懂得过吗？用筷子懂过呢？懂不过。懂不过。第二面还能够剪呢。嘿。对，古手鸭没有鸭太薄比。哎，这一招撇步还蛮管用的。对，像他，侬要看要不出货来了哈，啊底都有忙收，你不用得水，不用得米就会咸，咸到底都比熟，然后你看也还有我感觉我先煎再煮，不是先煎再杀，再煎再杀，又煎又杀。那看两个表情用不是先煎再煮的那种表情啊，先煎再煮。怪怪的，啊，好，我锅子要洗一洗。哎，有说过，一滴滴的毛都听到。然后来炒是吗？对，等下炒过。你鸳鸯呢？有两张呢。有两种口味，表妹一直盘的。那麻辣。哦，也是按用的人的遐。对，这个也都用按的原味。原味。哦，原味按用干米说。原味有了，你要慢熟。有一点，要不要那个热气？有够。你要喊他缝。你较盆啊，你较盆。先加下毛酱啦，该会不会熟？这个不要浪费。来，给我一点水。水跟酒嘛啊。对。你要偏走在现炒啊，开始在洗吧。哦，这个你靠头都是夫棍哈，夫棍。3分鐘，用咗3分鐘。你要偏要标嘛该？你用我写标进去嘛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的那个
豆瓣酱。好，先炒豆瓣酱，系嘛？对，豆瓣酱先下。你也摆款还紧重用。因为东西较多，鱼叫鸳鸯叫双拼啊。全部不用一米哈。嘿，对，用这个。好来，来，还没不用嘛该。姐，你帮我那个切肉。切肉，好。哦，还有一滴，香港还有一滴。呀哈，迄其实假是讲迄无熟吼，所以得不给几条冰一下，也还要干用的小气温慢慢的，还没要过比过较熟，对不对？不过一切它可能吼，就它木皮皮。我们在切的。哎呀，这我们切。营养无马上香哦。用诶。叫搞红酱汁的，黄酱汁的。呀，对面来拿切啦，反正没咸咸的哦。片刀。要对一定唔熟噶。那下cái bộ係肉柳湯。魚湯喎。肉柳湯。啊，你熟啦。让下来要不用上去好吗？啊，要不用上去好吗？来，我稍微剪一下。好，我大功告成了啊哈。那先老几不用都压来向五张来，慢慢的摆哈。我讲我跳水哈。哎，莫讲我煮到越煮越松，今日火关起来，不过一火个当温，继续叫要，嘿，叫要继续煮。啊呀，你就做的。好，看能用的筷子给我。摆。哎，那这会切吗？那这个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今天就不用了，又有红色了。好。这还没不用嘛该？柠檬汁下去就好了。柠檬汁。对。这还没切柠檬？不用，用掉，挤上去就好了。多掉。啊。很快的，挤上去就好了。挤上去哦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蒜头柠檬汁酱。对。来。好，这样珊珊拿起来，老太家介绍一下，爷爷出东澎派的料理，係乜嘅咧？来，今本日同大家介绍的係鸳鸯鹹豬肉。啊，入嚟要做鸳鸯鹹豬肉呢，係陸上講平常時呢，鹹豬肉是唔係嘅時節，第一層可以再做一個煸吧啊，入嚟炒回鍋肉，再一次回鍋的意思，就回鍋肉就把它這個創意把它做鸳鸯鹹豬肉。还有嚼劲，这个味道。爽口。有鹹嗎？有鹹。哦，上香。譬如。好，你还偏剩食了。好了，好。来，吃，来，吃。
豆皮夹不到啊，是的。这个煮的，这个吃看啦哦。哎呀，第一摆出来比赛看有没有做样的。还有嚼劲，看配对方咯。有中药，冇不用盐的，唔过含的真硬有咸。鹹豬肉啊，有劲用。哦，唔香哦，真硬是要批的，真嘅。大家是以後我都皮板乾，是吧？两面下饭啦。因为摸它们像咸猪肉。来往叶片，叶片往叶片。来叶片咧，就讲煎过的哈。那當好吃嘅佢醬料，嗰種係點嚟煨下？对啊。哦，這個呀，唔記得咧。當好吃。啊，這個味道，爽口。哎，在哪裡吃過這個味道？哪裡？哪邊？講唔出來，講唔出來。嗰隻。體味。我們講一下，那中央味道講出來冇？那是嗰種。原汁用檸檬原味。檸檬，聽到沒有？一個味道，雖然放給山豬肉味道，那是個味道，講唔出來。講更像哈，盲人在哪裡講？這輩子講乜嘢唔係講？没讲的好像我跟他住在一起。想當年。你是講廣告就出嚟啊？我很忙。因為這是第二塊。嗰是解定啊。有辣椒半面這應該啊。喲，你吃了是吧？有吃了吃了。我這個還沒有記。是。你不屑一吃啊？我係知道，是假的嘞，是假的。甘油，送到這個我養就唔怕啊。搞翻色。有冇？多啲冇？我用暗鹹嘛。因為它鹹的。好淡。真係好淡。有嘅即係卤嘅按個魚蛋嚟啊！有豬肉，有嘅鹹豬肉，冇暗淡啊暗。鹹係。唔過嘅用咧香料嘅米絲有到地度啦。我而家喺度呢嚟啊！ 3天。咩3日？哦，唔過人嘅蒸嘅啲鹹豬肉啊。對鹹豬肉，我喺度你拍動我班哦，咕斑比啊，一樣，帶我們出去聊聊。好，来，有包冇？夜班係咪連裝冇？有小安 Q 有一點點。我也很掙扎。你很掙扎嗎？很掙扎。對對啊，這樣嚟唱阿龍哥。好，來，敬禮，恭喜！啊！魚裝爆味喎！哦，用白又係一樣的嚟。好，其實哦，放機嚇。其實哦，佢原本冇講凍熟啦，哦，後面叫補又下熟掉啦，後面可能又啊叫滷個鹽嘛，基本係豐厚啦，你又熟啊，十個類哦，你一隻本佢鹽係做量出菜啊，未當辛苦啊，按個嘅鹹豬肉啊，唔按鹹。我們南美小姐啊，因為走法都是100分，我最喜歡這個味道。但是啊，香鹹，那盤因為那死狗養來煎，養來炒啊，你有死狗啊，其實唔會按鹹，哦，真緊，cái香味又辣，你一片又做凍香，這就有非常有傳統的味道。你這個是鹹的哦，是跟你比較之下，它的。坦白講，你比賽一道菜就好，拜託，一道菜就夠了。哦，你看做兩盤紅豆了，我還感覺這2道都不錯啊，都不錯。你像你啊，而且還有的哦，加一點白醋，加一點點糖，加一點點的檸檬汁啊，它堵喉啊，它剛好可以一片接一片呢。你這是吃2片，你就不會去沾那個醬，因為啊，挺酸的呀，啊，挺酸的呀。然後你啊做的。
我很喜欢的味道，可是挺咸啦，真味嘅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年有忌讳啊，当派谁啊？你今年没有准备电路啊？对，你要喊啊好。谢谢，谢谢阿美姐，恭喜你哦哈！今年感觉非常的欢喜，因为我感觉到收获满满啊。第一，我吼观念的看料理传统的客家菜啦，还会煮传统的客家菜，唔止讲客家菜可以有很多变化，尤其是阿龙是，那个含中药有了很多豆腐干啊，那个洋葱了对哇，嗰个山椒的了都安尼煮上下，我感觉吼非常的新鲜，我含白会。多炒了多元化的发展啦，你客家菜本来说安样有创意吼，才会吸引更多人来他喜欢的客家菜。啊个红叶子啊，因为其实我特别有看到佢老叶大擂台啊，我冇介用去咁创去创过的，但是咧比赛我感觉到看到佢我咪真欢喜啊。好，今日3号结交了看主厨好食客，看阿龙哥煮乜嘅好食料理。